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3，箴言12章50到60安尼讲：義人的意念死正，歹人的計謀詭詐。歹人的言論，長膽要害人；正直人的喙，會救人。三甲來祈禱，哀怨的意念死正，喙講的話會救人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賞賜真理甲活命的上帝，你是賜落恩典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！你將智慧賜予敬畏你的人。將平安賞賜予尊敬你旨意的人。主啊，全地攏要來學樂你，也要大聲稱頌你的名，因為你是掌管天地萬物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願聖靈家己是無完全甲軟弱，也常有詭詐甲虛假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活倒轉歸向佇你。求你互阮行佇公義的路，因為義人的意念死正，歹人的計謀詭詐，歹人的言論長膽要害人。正直人的喙會救人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